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哦。村民太飞是韩国当地的总头一款，它从它地方它乡镇地区嘅种老物嘅，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哦。一般人透过一只沙区嘅洋菜过程当中，能起嘅总头嘅人嘅腔色哈，然后公部门提解放啦，然后就老油曲啦，一讲老嗰种生意嘅特别油料嘅地方哈，再涨起来，然后活化嘅老嘅空间嘅利用哈，你系播嘅。老木嘅发法呢，都先到总头哦，透过社区运动，透过民间和政府力量结合呢，也发法迁到老嘅空间。不过，搞本政府嗰种嘅嚟公部门嘅空间哈，都是要用 OT 嘅方式经营出去，可能有到经营唔係非常嘅好啊。但是呢，另外一股新嘅老木嘅发法嘅运动呢，也慢慢嚟都。因都市度来进行哦，其实到都市度较老嘅部分哈，较老嘅地区来产生嘅哈，像台南市讲到有242个地方哈，其实用老木一个发法再利用嘅哈，那个热潮呢，从台南啦，像今年台中啊、青岛哈，到去年呢，台北市政府也跳出来讲，其实台北市政府也想来做一种老木嘅文化运动，到大家就到都市度所发生嘅老木嘅发法运动，其实讲嘅很用把些故事，去推动迄只物嘅理念呢，像今天有請到3個來賓共同來討論，馬上歡迎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成功大學建築呢嘅副教授吳玉成吳教授，你好。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個呢係對於調查老木嘅、長老木嘅，很有經驗嘅，你來自你建築工裡面中心呢種建築師，你好。台師哥好。好，再來係你特別是文化局那種天意口嘅王炳武王股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其實頭話講到老木嘅發法再利用嗬，而像禮拜去年呢，去年年初嘅時節，台北市政府是想講，台北市總共380人嘅地方嗬，係要變做係歷史建築和文化資產保護嘅老木嘅，但是咧老木嘅可能佢都係有公部門咧，也有私部門咧嚇，變做講青島嘅老木嘅呢，其實無人去治理佢嗬，落落確確變咗到嘅嗬，烏鐵咧、老鐵咧嗬，其實對於嗰個都市嘅面貌嗬，可能將嘢。寫下字嘅動靜，唔過上先到調下字，可能謝，有希望講透過老木嘅文化運動嘅方式，然後好像幫都市拉皮一樣嚇。但是佢哋像嘅做法呢，可能有留你台南也係台中有民間嘅興起嘅力量嚟爭嘅老木嘅做法係冇共用嘅。到底呢兩者中間有乜嘅差別呢？想先等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點清嘅航度，遇到老木就到改變，佢並冇因為木主嘅離開變改故事，點都係用者講過了後，用各種面貌呈現。你來，你可以看到以前一個老的谷倉，它重新它打開它的大門，然後讓大家可以進來看到它原來的空間的格局的面貌，其實很簡單，可是就是很舒服。就讓大家進來的時候可以體驗一下說，原來以前的房子的好是怎麼樣，就比如說前面它一定會有一個小院子啊，就是不會把它做得太滿，然後就是稍微心情緩了一下，然後再進到這個空間，然後就希望這裡面還有很多我們找回來的這種老東西，因為這些老東西而想到某一個時期自己曾經發生的一件事情，那我們都覺得這樣是很好的一件事。老木經過更加精緻、更加多元、更加深刻、更加生活化嘅經營同使用，創造文化界、環境界、教育界多元價值，本城市嘅文化更加有潛土，實際講係鄉民生活文化強烈文藝復興運動。如果我們可以跟過去的先人歷史連接起來，我們就不只是活在當下，我們還跟過去的文化、跟過去的記憶能夠結合在一起，然後我們就會變得有厚度。目前全台各地都遇到進行老木發法，甚至遇到城市嘅公部門有同意日本熱潮。在發法嘅同時，遇到問題值得關心，像係建築結構嘅安全問題。老房子本身的部分，就是譬如說它的構造、它的結構的安全的部分，那會不會在利用的過程裡面過度的去改造它，那造成可能會有的
安全上的疑虑。另外，法界落户进行商业发通，消防安全呢条问题也係必須要注意嘅。这些旧房子如果要作为其他的使用，常常可能要面临法规上的检讨。那可能消防、逃生或者是商业登记来讲，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必须要再去探讨。那这其中可能也牵涉到台湾现行的法规，主要还是以新建筑的法规为主。那比较过去都没有讨论到对这个既有的房子的使用的法规该怎么去管理，该怎么去做。甚至因為落戶法化了後，高土商業化同房地產炒作嘅爭議聲浪也陸續出現。呢條攏係落戶法化熱潮後擺，需要去探討嘅問題，希望保存嘅好意將會達當道接口。那我知道說，在這一波的這個台南的這個老屋活化再利用里面，像這個我們教授所主持的這個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就做個統計，在台南市這幾年下有242處哦，那其中有這個54處是提供住宿服務，84處是提供藝文或設計相關。那其實這些活動都是想要讓人走進老房子，你去感受老房子的一個魅力，或者說它好在哪裡、漂亮在哪裡哦。那我想請問一下老師說，到底老房子活化它的正面意義是在哪裡？我想几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光谈使用那个房子就好了，就是说它空着，事实上是对老房子跟对那个街区都是会比较麻烦。有人照顾那个老房子，这是对老房子是好的。那有人在那里活动，对那个街坊是好的。它就是单纯从老房子来看，就说只是一个房子，你把它照顾好。另外一个层次是，如果这些房子像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觉得它有一些建筑的价值，当这些房子再利用，然后向公众开放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把过去的，包括历史的，包括建筑的，包括文化的、美学的，甚至环境态度的东西，都让我们能看到，我们可以跟它学。所以这个价值是老屋对城市的。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修好了，把它新使用放进去，新的使用是已经带进来的，是让这个时代的创意，这个时候的使用，然后他的想象，或者是年轻人的任何的潜力，可以跟过去的东西对话。那这两个东西可以同时存在，然后把那个旧的东西，让它不是变成古董，不是变成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而是变成都市生活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个是很大的贡献。那再来一个，年轻人跟老房子之间的互动和对话就产生很多，就是你把对你先利用这个，有一个合宜的利用的方式，会让这个两个会相得益彰。是，对。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从都市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台南的很多老房子啊，大部分那个老房子门面都会整理得很干净，铁窗会很节制，招牌会很节制，然后骑楼的停车会很节制，这个都是都市有毛病该对付的地方啊。可是老屋它会呈现一个这个正面价值，就是说这个，那它对街区会有贡献，或者说这个我们有那个友邦公寓，它把公寓整理好了之后，其实街道有使用，有不同的使用，可是其他人的使用，可能在都市景观或者是在那个都市秩序上面，或者就是有点混杂了。我们看到那个一个不利用的房子在它对面，然后铁皮封起来了之后，外面挂了一堆塑胶袋，挂了一堆有了什么东西，就这样。可是它示范了一个我留一个前庭，一个绿化的。我在视觉上，我在空间使用上，对那个巷道是一个正面的贡献。好的美感经验上面。然后他开始跟社区互动的时候，那个好的东西开始影响，就慢慢这个整个小街区就他为了整理他的房子，他去整理那个巷子的那个电缆线啊，那有的没有的线去拉那些东西，他会自己好看，他需要把那条线大家都整理起来。所以他从一个私人的东西，他看到自己公共面向，就关心公共的事物。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小安，你来看一下，都大家的落户涨高了以后呢，最做的人用满眼利用哈，看一下这老屋热潮在台南市，我们看像刚刚老师讲友芳公寓，它里面摆了很多这个法国来的艺术品，可是就跟这台南是台湾开港铺的一个最先的地方，它摆的这个异文化很充斥交融的地方，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符合台南这个文化气质的一个利用方式，或者像嘉嘉西旅店、草记二友书店等等。那台北市像有紫藤庐啦、二条通咖啡馆等等哦。那我想请教一下钟建筑师说，其实你讲过请到的落户啊，好，有的落户係您摆通一张诶，好，佢到長到落户嘅世界，佢有人講麼？佢想拿來作用把迄個利用，佢想做用嘅利用嘅目的。
当年人的嘛改。其实牧师按照大的地方嘛，所以变到讲按照大桥吼，都会有点感情的解话，会想讲吼，会跳板来大讲来话啊吼，韩国录音界创下会想讲，会去萝卜香香的来去吐声音界，声音呢去来会去跳板了解的地方啊，所以开始从施工验证去马祖的时阵，开始有发现讲，其实咱政府有启动吼，改为越来越多新的屋的。马祖是按照讲闽东传统建筑嘛，佮改为报道按照台湾本岛真个上东完全没可能，完全没可能，所以很多海盗窟、贼窝在那边，印章式的房子，所以反而是那样子的房子，它改成跟我们台湾一样的房子，在它旁边的时候，我们开始觉得那个房子怪怪的。那县政府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开始去争取中央的经费来做那个修缮。然后希望把他们保存他们闽东传统的建筑，然后把它原汁原样的修复起来，然后委外去做一些经营管理。那后来其实我就到了金门，那国家公园的部分其实也是因为国家公园里头有很多的闽南式的金门当地的那个传统建筑，他们也发现说，在他们的管理之下，这一些房子如果不做一些整修跟活化的话，就一栋一栋坏掉了。那其实就有违背于说屋主把他的这个房子交给国家公园管理的这个精神，所以国家公园就会觉得说他们是有责任去把这些房子去做适当的整修之后，由国家公园去委外去做民宿或者是就是给人家居住的方式去做一个使用。那其实这个刚开始就是因为在10几年前这个老房子活化再利用的观念还不是那么的盛行，所以其实是需要由政府公部门的部分带头来做的。全台湾到底有哪些地方的政府们已经开始在做老房子活化这样一个动作哦？那在看到比较多是南北两块分得很清楚哦。那是台北市有这个都更处跟文化局分别在做老屋新生大奖跟老房子文化运动哦这两个部分。再来在东台湾我们看到的是宜兰县文化局，它有做这个头城立泽老街，还有这个台东县观光旅游处做这个池上地区，它本身可能是个聚落或老街区的活化这个部分。那台南市呢，就是有文化局的历史老屋的补助。那高雄市跟屏东县的文化处呢，就是有奖励风貌还有景观改造，或者说像这个胜利崇仁新村，它是可能是眷村委外经营等等哦。那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台北市政府是有2个局处单位在做这个老房子活化新生的利用啊，那我想先请教一下王股长，就是说，台北市文化局的老房子文化运动，你们是用文化运动来讲这件事情。那你们去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经过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台银啊、台铁啊、国有财产署啊，就希望他们能把这些闲置的、旧有的、公有的这些馆舍提供出来。那为什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们是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点？我们主要是就是由文化局也就是全国首创由公部门来进行一个媒合的平台。其实这构想很简单，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是信义房屋或太平洋房屋这种中介公司，对，好，假设这样讲好了。那我们把这些公部门你们到底有哪些房子真的烂得不像话？然后呢，你没有力量去收，这都是烂得不像话才拿出来做老房子文化运动。你只要提供给我们都可以纳入。哦，是。但是这几年下来，实在是大部分都蛮惨了，都烂得不像话，状况真的都不好。大家走到台北街头常都可以看到一些日式宿舍或什么屋顶也塌了，什么也塌了。大家都在想说，为什么就闲置在可能多少年了？很多人都想问，这房子好漂亮，怎么烂面都没人管？对，可是他当时指定的时候，也许都还不错的状况，或者说是他都有他的历史等等啊。那这样眼看这样真的是非常不舍。那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先来成立一个媒合平台，我们成立一个老房子的工作小组。那这些公部门，你们提供标的给我们然后我们帮你PO到网络上，或者帮你做这个行销，然后看有哪些民间的业者他有兴趣的话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希望透过公部门提供，然后我们引入民间的资金跟创意，然后来进行老房子的修缮以及再利用。好，那我们也先来看一下，到底台北市拜托了这些公有的这些公家单位，提供了哪些老到不可以的房子出来给大家来承租做修缮利用哈。看到是李爱博台北市嘅文化 Q 所作为落入嘅文化运动，替博有20间房子拿出来释出哈，有这个
景厅日式宿舍是在杭州南路这边，还有406广场轮番所，还有台湾农业试验所分所长宿舍，还有美军宿舍群888，有20个地方。我们看到这几个老房子，它分布年代有这个清朝，有日治日本的时候，也有这个美军的时候，其实它的分布年代是蛮广的。那我想请问一下说，这20个房子，你们去年年底也做了一个开跑的一个记者会嘛？到目前为止这已经大概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询问度高不高？承租率已经怎么样？是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当时初步讲说是先从公部门做起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所以我们先把在台北市最大宗的这个等于大地主国有财产署、台银或者台铁这几个单位。跟他们寻求合作的可能性，那当然他们也非常帮忙，他们就提供了非常多处的这个老房子那我们第一个梯次一共有20处标的，那从去年的2月开始上网公告，那目前已经有17栋上网招标，那已经成功媒合了9处房舍找到了新的团队来经营跟修缮。然后另外有6处标的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公开的评选的作业。文化局有专门的网页去做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那个专属的网页，介绍老房子，然后它随时的状况什么都会跟大家展示。好，其实涨落物的可能大家都想讲，应该卡没有落物上的涨，有的人想讲，应该可能都已经落物上的涨来做嘛该用但是后面米厂因对涨落物两件事情，其实跟对嘛较强的地方来讲，伊较实力的地方来讲，先团恁个访问。我们不是建筑科班出身，那对于要整理这个房子其实有很多的担忧啦，当然因为比如说在建筑结构或者是在很多工法的部分，我们可能比较朝可以不要伤害到这个屋子的本身的结构。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当然慢慢的因为也不同的元素进来之后，那就像刊物里面谈到的很简单的一个名词，就是炒地皮这一块。那同样的，就像土地一样，它其实需要生根，那付出劳动去深化它的，而不只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地皮这个表层的，就是只是一个，我想可以说的这是一个金钱游戏啦。或许是这些批评的朋友他有一种另外形态的一种鼓励了。那也就是说，期待台南的老房子，它的故事性或者是它的一种建筑形式的这个曲线，能够更外显一点，而不要只是商业活动的进行而已。去经营的人，还是说去改建的人，他是不是能把那种老房子的那种精神能很好的发展？那这个就要看。就是各凭本事了。好，真的是要各凭本事因为很多老房子，像刚刚我们这个王股长讲的，这已经老到不行了，我再拿出来给大家，希望民间来承租来整修。我想请教一下钟建筑师讲，因长高安都有老屋长老屋的时节而面对的困难，比一件事如果可能还困难这件难处在哪里？其实因都讲老屋是他容易加强人。因都好多岁的时间身体内部嘛都会有毛病，所以变到讲，一条关节嘛酸硬痛。嘿，所以变到讲，大家老屋去到大家容易加的情况其实冇强人，所以第一步因都是了解讲因都一条动物好去身体样板型，你下现场的情况是样板型的，样板型的情况好啊唔好。但是内部係佢嘅特色，該因都係榴蓮嘅地方，內底係佢十分冇當好嘅地方，冇改嘛做唔得嘅地方，所以變到講因都做了一些，伊只係了解設計啦。第二只是講因都係做乜嘅用途係想清楚，因為各種東西都有佢適合嘅用途，因都會做想清楚第一件事情，就唔會講其實事情冇錯啊唔錯啊。你該用唔錯嘅時陣，該是唔錯咧，所以變到講，因都看到一隻老屋嘅時候，先了解你隻屋去挑白係用板型嘅情況，韓國你行愛上嘅用板型用，所以結構嘅部分是特別來注意呢條東西。該從建築結構來部分，可能
嘎斯界变得比较开放的一个公共空间或商业的消费空间哈，其实就会人进进出出，好，那个结构安全就变得相对的重要。那萝卜会给安全，你的实务经验中，它功能都有介绍吗？我可能一行是讲三家某强用的情况的案呢，提家系大概安平书，因都做看到啲相片哈，但是。挑摆一只仓库嘛，其实变到讲，当球某种以后书记闹该全部连强下咧，韩国无当嘛，全部本书记唔快睇咧，所以大家你真紧来张专业的时间吼，有困难呐。可能先老书的具体以后，可是你书的具体以后咧，可能超嘛会帮睇。哦，书了我已经连强下咧，所以记得情况动态书是讲吼，后来是那建筑师做的设计是讲佢。变到讲，因都唔是讲转去，因为佢已经讲唔转去，冇办法变到经验来用途。他用经验来做仓库的安全用途的时间，因都因是冇办法落去参观嘛，所以其实，也许有点像将计就计吧。是。就干脆让它变成是一个，我们可以体会说，一个房子很久很久之后跟树结在一起了。那这个空间，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新的设计的方式带人家进去体会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就要清楚，在设计的时候，知道说这个墙面呢，其实它已经有一些跟树根结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有新的用途要加进去的时候，不要把它增加在原有的房子，会增加它的载重。会增加它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地板，它其实是也不想要破坏到原有的地板，它就另外做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基础起来，架高让人就是照着这个新的这个动线去走。像这个就是一种结构上新跟旧的态度，这样。好，所以那王股长就是说，面临像老房子这种结构问题哦，那你们在这个法规里面，说你们这个办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规范或限制？是。其实过去我们由公部门这边预算来修复老房子，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使用者或是由谁得標，我们不了解，我们先修了再说。那未来委托出去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啊，这不好用，这个空间不对，然后呢，就有一些问题产生，或者甚至于要进行2次的施工。那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我们从企划到修缮到未来再利用都是同一个团队。那他们从企划一直到修好到用都是他们自己画，对这房子特别有感情，也做得特别的细腻啊。他们对这个应该会做得特别好。那最主要是我们在契约书里头也定了一个规定，我们希望他在签约后1个月内，他必须提出详细的细部修缮计划，送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来审查。那我们邀请了除了文资委员以外，还有一些建筑背景、结构背景等等的专家学者来组成来一起审查。那这些委员呢，他都是一个指导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态度来帮他们在这个原来的计划里头有哪些地方提出意见，然后希望能够做得更好。然后呢，在这个层层的审查之后那这些殊途啦，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状况。然后另外它的使用呢，也必须要符合台北市的都市计划这个土地使用分区自治条例里头的规定，它什么使用分区只能做什么使用，这不能违反。所以它如果是在住宅区里面，它就不能去做一些消费或商业空间的使用，就是它该允许的使用才能够做使用。然后还有一些文创法跟文资法的规定等等。而另外对于建管、消防都必须经过层层的审查通过。那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呢，它必须提出因应计划。然后呢，甚至于这些建管消防以外，还有一些无障碍设施也要考虑进去这个都审查通过之后，我们才能发给他使用许可，他才能开始经营。所以在这个层层的这个严谨的这个制度之下，对这个消费者也好、业者也好，都有一些相当程度的这个保障。好，看起来台北市对落伍的文化运动是用清严峻的态度来面对啦，特别的人，睇特别的人家提出几多清详细完整的计划吼。像到底呢空间佢变到共享利用以后呢，因为无论喺社会空间，也讲商业空间，甚至讲社区地位度共享利用空间，人都会进进出出入入，所以消防安全建筑嘅安全问题呢变得非常的重要。到底在落伍嘅时间，应用性嘅考量係限制嘅落伍嘅合法利用嘅就唔好嘅困難地方，也講其實也要嚟幫助聽數，嚟大家人去接圈認識落伍嘅好嘅地方呢，想先去講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
中央村民台啡的节目现场今日讲到迄路物的发再利用啦主要迄讲到迄你看都市体系呢，它路嘅上区呢老城区的路物嘅其實用本人透過發利用，本人過一版認識咧都市嘅頭擺是有嗰個公用嘅歷史，甚至係咧都市地位度所發生老人。建築之間的關係很樣擺現頭先講到，其實呢就路物佢變做係無論係社會嘅商業空間，也講變做社區利用共享空間，因為出入入所以消防嘅安全啊、結構嘅安全都變得非常重要但是要可能有問題是講，很多的房子它可能是70年、80年，甚至更早，有文字稿是100年以前的。100年前盖的房子，那时候師傅不會懂得現在的建築法規、消防法規是什麼。那這兩者之間時間上存在很大的落差。那我們現在如果說，因為它要開放不管你是做商業消費或者是社區公共空間，它的開放都必須要符合現在的消防法規或者建築結構的部分。那教授覺得說，這件事情在邏輯上面沒存在什麼樣的謬誤，或者是說這有些窒礙難行的部分？我覺得。舉一個例子來好了，很多老房子以前那個樓梯寬度很窄，對。那如果你照現在的法規，不是打掉重做嗎？打掉重做不是樓梯的問題啊，那個還有樓板的問題啊。然後打完了之後，就已經不是那個老房子了，它其實就不是這樣子。那我們可能回來看，就說當初的法令會這樣子是可以通過的，也許當初是這樣子的使用，那今天換了一個都市條件。也換了一個使用的需要，好，那我們看到我們其實有一個對公眾安全或使用的要求，啊，我們的法令現在是基本上就是放諸天下而皆準嘛，就一視同仁，這個是需要打問號的。如果來看看說，如果我們想要留這個房子，保留它的特質，但是我們可以讓它有一些的，就是使用改變公眾的使用，所以要個案去逐案審查嗎？或者是叫所謂不一定是單獨的房子，而是區。或是類型，就是說，如果這一區的這些房子要這樣留下來，我們還是希望它在結構安全、在公眾使用、在消防法規上面能夠符合現代的，就是有一個某個水準。可是達到這個水準的方法，要做的方式是什麼？我覺得可能可以是它，我覺得可以研究。我覺得我們都沒有研究夠，就甚至說一些老房子，真的是它70、80年經過多大的地震，它都沒事它的消防法，它的結構法規是很早很久以前的法規。是。那如果它都活下來了，那你法規的目的不是叫它活下來嗎？叫它能夠對付這些狀況嗎？安全的活下來。那如果它能夠活得好，你為什麼需要？因為你自己的，你覺得它要活得好，所以你有這些規定，把這規定硬套在它身上。就這個邏輯是不是應該想一想？建築師，你到台南讀博士啊，也讀建築博士，跟因此個工作室也到台南入入工作室。你去張亞工作室的時間，你所看到路物個老了都有結構安全啊、消防安全之間的衝突啊問題到哪邊呢？你張亞過程你知道對你來講有蠻困難的地方。其實頭先主持人有講到吼，按照路物嘅年代冇強容嘅時間，其實做法是應該冇強容。像講，可以講法令實施之前，它就已經有的房子，其實我們有建管那邊有不吝實造的辦法。其實不吝實造它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讓它合法化，因為它本來就是在法令實施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房子。那這個算是一個比較簡便的方式，可以讓它也是合法的建築。那第二種方式就是說，如果在實施之後才蓋的，可能30、40年前的，那種房子，就是它其實還是要照現在的法令，就是去做一個申請的動作。然後這個時候，當然它就要去做一個結構的鑑定，它是不是安全，做一個確認了之後，如果它這個部分可以符合的話，它一樣是可以領到使用執照的。那第三個層次就是說，如果我們已經有使用執照之後，可是我的用途有改變，我原本只是住家，我現在想要變成是旅館。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其實就必須要符合我們現在變更使用的相關的法規。剛剛所提到的，像什麼像那個行動不便的使用設施啊，電梯、樓梯、安全梯。這些無障礙廁所其實通通都應該要設置，而且我覺得以公眾使用來講，其實這個照顧其實它也是需要的。然後逃生的這個部分必須要做一個注意。那其實
也并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必须要做强度加大的使用，不见得我们需要去改变它做很多很多的动作，而是可以它的结构状况如果是允许的话，其实只要简单做一个不适合物的移除，然后跟加入我们所需要的空间再进去。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必须要很了解这个房子的它现实的状况，跟评估我们自己的需要之后去做一个适当的使用。那其实很多的老房子，像我们刚刚讲到台南这些老房子，那它盖好、它整修好之后，像有一些是拿来做一些艺文的空间，有些是拿来做像刚刚我最喜欢是那个在门口卖红豆汤的那个哦。那其实那些老街区里面，可能这些老房子被活化利用之后，它可能也会间接的让这个地方的生活品质也往上提升。那老师怎么样看？这样生活品质提升，会不会也带动一些这房价啦，或者说它的屋价的上涨的空间？那这样的上涨，您觉得是健康的吗？还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看待这样的上涨？是以这个比较健全的心态？我觉得适当的那个环境的提升，然后跟着租金的上涨，应该是健康的。应该是健康的，因为就是老屋不应该被锁在一个好像就是新房子是一个高租金的，然后老屋都是一个低租金的。如果它的空间品质、它的环境品质起来，它应该也就是说商业在交换价值上面，它也应该要提起来。那怎么样是一个合理的那个范围？这个我就没办法讲。对，就是什么样是合理的，然后会不会到的时候，因为你促成它活起来的这一群人承担不了了。对，那 SOHO 的那个，我们就讲说 SOHO 就是纽约说师生化，就是这样一个历程。可是有些地区某种程度的这种师生化是避免不了的，避免不了，甚至我们应该讲说，我们事实上有一点点期待，就是你不能期待说他一直在，如果说就像我们期待我们的薪水有往上提升，然后我们经济往上提升，那凭什么他们不动？所以老房子也应该有权利去享受整个都市，尤其像台南升格为这个直辖市之后，它应该整个都市进步的那个空间，其实老房子的。应该也要享受得到。那我想请教一下钟建筑师讲，其实台南俩今年的落物的涨啊，动到所谓的文创新移民啦。那这些文创新移民可能，譬如他年纪很轻，他可能就是一个文青，他可能没有很多的资本可以创业，可是他发现，其实台南的房子很便宜，生活的水准某种推背按够阿带。他其实用很低的这个成本，就可以在台南找到一个工作室或承租一个空间，或者他可以去做更多的时间去好好过生活。那这样子，刚刚吴教授讲说，虽然是合理的，或者说这样的上涨，他觉得其实是应该用比较健康的态度去看它，但是他有没有可能也会让这些年轻的文创新移民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生活的压力？你也到台南去了，你有没有可能要猛踢呢？这些房子你如果完全都没有用关起来，其实坏得很快的。因为老房子真的很需要照顾，它很多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一边住，有时候事务所就会漏水的，那或是我们键盘可能就被滴到水了，这样其实都会遇到这样子，在老房子里头会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状况。但是因为我们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可以就近照顾这样子的房子。那通常我相信台南有蛮多这样子的屋主，他是有这样子的共识，所以他并不会想要去收取很高的租金，那甚至是说就让他是做商业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其实老房子的所有者他的观念其实是有不同类型的。那至于说我们外地人来到台南因为喜欢这个地方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性质的关系，可能是跟文创啦、跟设计这一些比较有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见得要挤在都市里头，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环境里头做我们的创作，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整体环境来讲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发现说，当我们年轻人进入这个老社区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邻居可能都是70岁以上打工阿嬷，就是我们每天打招呼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象。那大家其实反而会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蛮奇特的，就开始觉得这巷子里头偶尔热闹一下下，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晚上会放低声量，不要吵到他们睡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巷道之间开始有1间、2间、3间、4间，我们那个巷子的时候就开始热闹起来了。我们年轻人大家会互相串门子，然后还有就是去讨论设计上的，或是共同去
到一个新地方，我们就是一个新的邻居，然后想办法也要融入那个地方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台北市政府，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会把这些老房子限缩在要做文创的使用，也是会担心它过度商业化或者它被炒作的空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很明确的规定在你们这个施行细则里面。是，我们这个计划刚刚也提过，我们不是为了商业而办的这个计划。我们最主要第一个目的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头修复最大量的老房子啊，也就是这些文化资产。然后第二个，我们希望解决公部门它经费跟人力不足的问题。第三个，我们希望引入民间的资金跟创意啊，让这些艺文工作者啊或者工作团队，他能够有个发挥啊，一个挥洒的一个交流的空间。那在这以下来就有这个计划。那当然你说是这些业者得标之后投入了那么多钱来帮忙修缮啊，你完全而且每个月还要付租金。那你让他完全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收入的话，他没办法永续经营下去，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这两个之间还是要有一些平衡，适度的商业使用或一些文创商品贩卖或许是可以同意，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它有过度商业化。像刚才也提到过，我们不希望什么民宿啦，一般的纯这个商业行为我们不欢迎。然后另外对于这个房价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房价要上涨啊或飙涨的这个因素非常多，那单这个修复1-2栋这个老房子啊，应该不会是这个房价上涨的主因啊。那这个可能透过都市计划的分区，这个可能比较快一点。对对对，事实上那个很多这个有的住社区里头旁边1-2栋这个烂了十数年的这个老房子，那社区居民真的非常痛苦啊。那个每天窗户打开看到那个烂屋顶，看到那个脏乱，大家走过去垃圾可能就往墙里头一丢，然后再来这个野狗野猫跳蚤，然后还有这个更可怕的是可能有游民有歹徒，很多女孩子经过那边，尤其说连续速动的时候，只能是小跑步过去，她非常害怕，晚间非常不安全。那我们的目的除了刚才的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个保存以外啊，然后呢，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改善这个破旧雨漏的都市环境、都市景观，然后呢，消除这些治安死角、脏乱的死角，然后透过一个文化路径来达到都市再生，是我们的目的。好，我想最后我们就先从吴教授开始哈，就是说我们来讲一下说，其实我们怎样看待这一波在台湾方兴未艾啊，就从南到北都有这样的一个老屋活化或者老房子的文化运动。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滋养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想去做这件事情。那做这件事情，可能很多的人，绝大多数人可能是在一个很单纯美好的原初，就想要跟老房子依偎在一起，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好。就是说，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波活动在台湾目前方兴未艾的一个趋势？那未来您觉得说这样的活动，它如果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甚至能够更扩大化，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建设？也许啊，刚才主持人讲说是好像有人想要跟那个老房子有那个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人也看到啊，就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生长的土地那个历史应该是接起来的，不会是都切掉了。所以像我们古都成立的时候，古都的想象就是为什么国外有那些老城可以留下来，那个旧瓶可以装新酒，跟现代的生活合得非常的好，甚至老的房子跟新的开发，他们之间可以有非常非常的对话。就是意大利不只有罗马，不只有那些古迹，意大利有法拉利啊。那个才是一个创新、有一个生命力的国家，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起的。那所以我们会关心说，我们的城市有没有这个部分？所以不单是一个老房子的问题，是关心到这个城市它自己的发展跟它特质的问题。它的历史是不是在它的生活空间里面，在它市民生活的里面，而且不是一个片段的，就是说单点的，被特定的方式高举起来的，然后是跟你的生活切开的那个部分。但是其他东西是不是连续的？那这个时候，老房子就会变成一个很重要，它是不同时代累积下来的生活的、文化的、是建筑的资产。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态度可以面对它？而这个健康的面对它，事实上是这个城市在发展、建构自己特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台湾很多的地方啦，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图里面，很多地方里面有，就是公部门还没有行动，对，但是私部门的行动早就有了。很多各方有地方有个别的点都已经出来了，大家开始珍重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就建筑来讲，我觉得
是个好事。就我们开始，我们的文化里面开始会欣赏、会尊重什么是建筑，什么是空间的资产，什么是透过建筑所展现的美感跟生活文化。那再说要往上提的话，我觉得碰到的问题是，就是说这个不是单一文化部门的事，这是都市发展的事情。它会跟经济部门有关系，它会跟城市发展部门有关系，它会牵涉到你需要一个健康的城市基盘，好的公共领域，去让这些点可以有一个好的连接，有好的文化的机制或者是其他的机制，让它再来的发展能够提升起来。因为我们很担心，你总不要1万个咖啡店。就他也不会，但是会有一个那个风潮，所以那时候反而问说，我们的文化创新的能力，我们文化创意在哪里？是啊，这个可能是就是我们自己在学界要关心，或者是也要放给民间，他会有自己的力量去长这些东西。那重点就是伊蛮可能告诉他讲多，其实我们单独去看建筑这件事情，或是看一些建筑法规，它其实都还是比较枝微末节的东西。它其实更高层次是一个都市的一个管理者，他怎样看待这个都市，他要怎样去擘画这个都市的愿景，他怎样去分去怎样去要留下哪些东西，要去发展哪些东西，他怎么样去在发展，怎么样发展那个过程，是不是我们需要更往上，甚至是要更全面的去看待老房子活化这件事情？其实像台南的话，其实是把自己定位在文化观光的一个城市，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台南也会很注重这个跟文化跟观光有关的这个议题。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在过去几年，其实台南市政府也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慢慢把刚刚讲的整个都市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古迹点慢慢修复之后，再利用从点变线成为一个面的方式，用文化园区的方式去慢慢把一个都市的核心区的文化底盘建构起来。那这其实是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得到的事情？那当政府去投入这个底盘做起来了之后呢，再来民间的力量其实也是越来越活跃。所以在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店，而且我们发现一段时间没有出去看，又开了很多家新的店。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2-3年确实这个活力真的跟我们5-6年前刚去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那滋养台南这个活力的人口，到底是台南在地还是外地来进行观光的人呢？其实我们的观察会觉得说，我们生活经验里会遇到很多新朋友，就是可能在都市里头待一待之后，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那到了台南，也许是游玩或是拜访朋友之后，就爱上这个地方了。后来就真的就一鼓作气的就来台南找了一个房子，之后就安定下来，在这个地方就是也是要生活嘛，所以就开始做一点生意这样。这些部分其实我觉得在台南市中心，因为有这一些文化观光的条件，所以它慢慢的形成一些气候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台南市的民宿没有办法合法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它其实是都市计划的问题。因为民宿它一般是在非都市土地，或是在都市土地里头的有关风景区啦，或者是一些观光的地区，它另外去划设的。所以就我所知，台南市政府也还在努力在这个层级的部分去做一些努力，才有办法去真正解决。就是说，因为其实法令其实通常会稍微落后一点，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就回应到民间的这个。对，所以民间的数字是确实比较快一点。那但是其实政府也会因应这样子，真的有需要重新去思考说，台南市的中心区到底要如何去定位？那去看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在法令上其实该要做比较高层级的一些划设跟调整的时候，其实才有办法去全面性的重新做检讨之后，能够慢慢的符合。那其实也必须要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个趋势，让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合法化啦。那未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老房子要不要活化？老房子要怎么活化？或老房子活化以后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可能从前面2位的发言，我们看到说很重要是取决于这个城市或这个都市的管理者或执政者他的态度和想法是什么？最后我想问我们的王股长说，台北市文化局把它定位成一个文化运动，所以显然你们对老房子是往文化的方向走。那其实在这个部分，文化局未来我知道你们有80处要释出嘛，那未来还会陆陆续续在释出。那
你会怎样去鼓励，或者是说怎样去呼吁这些想要来参加这些台北这些老的可以，这个破的也可以的老房子活化利用文化运动的人，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呼吁或建议吗？是我想其实这几年啊，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意识的抬头哦，然后这个也都看腻了这些钢筋水泥的建物啊。所以说是许多人做老房子啊，充满了憧憬跟喜好啊，充斥一股怀旧风。那我们在台北市事实上有非常多充满这个热情跟理想啊，有很多创意的一个团队啊，他们对修复老房子再利用啊也充满了热情，但是就苦于无处去施展了，没有机会。所以说是我们第一梯次提出来以后才会有这么多的询问度啊，这么高的询问度。那对于公部门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啊，其实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一个指引一条可行的道路啊。定一个完整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呢，配合一些良好的管理跟这个监督啊，来扮演好这些角色。然后希望其他各公部门啊也能够，因为其实公务员就是依法行政嘛，他们很多人可能心态比较保守，他心想本来是好意，就可能到时候引得别人什么监察院调查什么的，得不偿失。所以说他们心想依法就好，但是法律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它可能不符合现代的发展跟需要了。那所以希望其他相关的单位啊，特别是这个土地跟财政方面单位，是不是可以考虑？先对你的同仁提出呼吁，不是这些想要来承租的人提出呼吁。对，是不是能够不要再墨守成规啊？然后这个譬如说是在这个一些土地相关规定的啊。这个法规啊，它对一些土地的相关的法规啊、土地法等等啊，因这个发展跟需求，能够做一些检讨或者适度的松绑。那对于一些税负的减免的这个条件啊，也许可以是不是考虑一下，大家对公部门的这些付出给予适当的减免。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对古迹对文化资产老房子有兴趣的爱好者，我们接下来会提供啊一波下去啊，正在进行第2梯次的一些评估跟检讨，大概再过一阵子会上网公告。那有兴趣的话也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把这个台北市的老房子做得更好，然后能够活化再利用。好。其实你讲最近的你来讲，日本的你讲的金泽这个地方，其实叫400年历史，给叫老嘅幕府时代留下一个老房子，一个古都，有400年的历史，但是它每年创造800万的观光人口。这个400年的老的幕府时代留下古都里面，它的 WiFi 普及率是100%，它方便8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人口，随时可以在这边脸书上面按赞。随时可以把这边漂亮照片传给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所以就看到说，金泽他想要走就是文化观光这一块，他想要赚的所以他把古都整个的活化利用，它不只是一栋老房子，是整个古都活化利用，所以执政者他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相关的部门的配合，我想能够成就金泽这样一个成绩，绝对不是只有他们的一个市长想要这样做就可以的。事实上，整个市民的力量的汇聚，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啊，其實20世紀最厲害嘅都市嘅思想家曾雅各佢講過，只有行業幾條方面，才能做看到你城市嘅靈魂係乜嘅。啊，像老屋嘅看到青島嘅幾條方面地位度呢，出得你嘅鄉親朋友呢，行業去了解下你都市其實如果嘅發展歷史係乜嘅，其實如果講用係乜嘅，行業路嘅建築地位度，你都感受到嗰個時代嘅人，因為神發嘅歷史嘅美感係乜嘅，嘅文化內涵係乜嘅。老屋嘅是像老人家咁樣，家有一老有一寶，叫青島嘅故事出得你學習嚟做經驗嚟做了解嘅。希望今日嘅出面睇片，感謝人嘅參加，什麼睇個人知識，再見，謝謝。